越係缺愛嘅人咧，越係得唔到愛。咁多數缺愛嘅人咧，都會活喺焦慮啦，或者有機會會喺討好別人當中。咁例如舉個例子咧，喺感情情感關係上邊咧，可能好多時咧，當佢遇到對象啦，或者係伴侶嘅時候咧，哪怕可能對方只係對佢冷淡咗少少啦，或者回應慢咗少少都好啦，其實佢就會特別容易焦慮啦。一係咧就壓抑自己情緒，唔俾自己爆發；咁一係咧就會選擇討好對方啦，咁樣嘅狀態，咁所以到最後咧，一係咧就會令到段關係漸漸疏遠，咁再唔係咧就只會吸引一啲唔好嘅對象翻嚟自己嘅身邊。咁好多時咧呢種缺愛嘅人咧，多數個原因咧都係源於佢嘅原生家庭出現咗一啲決裂啦，或者一啲裂痕咧冇正式去修補過。咁所以咧，其實缺愛嘅人如果搞唔清楚點樣去愛自己咧，其實佢係好難，亦都冇辦法得到一段好嘅關係。咁何謂愛自己咧？呢個 topic 就講咗好多次啦。其實真正嘅愛自己咧，如果喺呢一啲缺愛嘅人當中咧，我會認為咧就係將自己重新養育過一遍。咩意思咧？因為好多時可能佢原生家庭咧出現咗一啲問題咧，令到佢會覺得自己係不值得被愛。咁何謂將自己養育一次咧？咁有啲人話好簡單啫。嗱，我細個冇錢，我依家咧就放縱自己啦。不停瘋狂買啲物質嘅嘢，食啲好嘅，着啲好嘅，係啦。細個冇錢學嘅興趣班咧，就再俾錢去學翻。到最後到頭來咧，哪怕你成身名牌都好啦，哪怕你報咗好多興趣班都好啦，你都會覺得自己咧係匱乏同埋空乏嘅感覺。點解咧？其實我哋要深究翻最當初根源嘅問題喺邊度。可能舉個例子，當你細個啦，你有個玩具或者一樣嘢好想買，你同爸爸媽媽講好想買，咁爸爸媽媽咧就會同你講嘥錢啦，甚至乎會指責你，話俾你聽，你唔好買啦。你唔識得體諒屋企啊，唔識得體諒爸爸媽媽做嘢辛苦啊，咁樣嘅狀態。可能哪怕你有一啲興趣班好想去報讀咧，佢都唔俾你去報讀，反而倒翻轉咧，佢會話你不如你俾心機讀書啦。你可能報呢啲興趣班會影響咗你嘅學業成績啊，咁仲會話翻你轉頭嘅。咁通常呢個狀態之下咧，可能你可以做嘅嘢細個咧就係點咧？就係考到100分咯。咁你考到100分，你就會覺得你終於被看見啦。你個成績考得好咧，你就只能夠用呢個方式令到你被看見。所以咧，久而久之大個咗咧，你就好容易可能同伴侶同親密關係啊，或者對象咧，亦都會變成一個討好型人格。例如經常性都會覺得我係咪要努力，我先值得被看見嘅狀態。咁其實咧喺靈性角度咧，呢樣嘢咧我哋就叫做內在小孩。你嘅內在小孩可能停留咗喺你過往呢一啲重要發生嘅事情咧，一直都冇成長過，就好似扯緊你衫尾一樣，就好似有股無形嘅力量咧去 block 住你嘅狀態，所以令到你嗰個情感啊、感情經歷咧都會覺得係堵塞啦，或者好難認識到一啲好嘅對象，或者認識到一啲看似可以好嘅人咧。嗰個溝通或者嗰個相處關係咧，亦都唔能夠令到你哋可以長遠發展到落去。咁何謂真正嘅養育自己咧？啱啱咁講啦，哪怕你買咗啲物質嘅嘢俾自己啦，你報好多班俾自己都好啦，其實呢一啲做法咧，可能只不過係彌補翻你童年冇嘅嘢咁解嘅啫。佢就唔係真係令到重新養育翻自己，同埋令到你愛翻自己。咁其實要點樣做咧？其實就我哋係要持續去覺察。咁點樣覺察咧？你可以嘗試去揾翻一啲你人生重複發生嘅事情啦、情緒啦、事件啦。例如可能點解我嘅情感成日都會遇到同一類型嘅人出現咧？你要去好深究去揾翻你重複發生嘅問題個根源喺邊度，嘗試將唔同嘅事情咧去 list 揾一啲共通點出嚟，揾下共同嘅原因係啲乜，你有啲乜嘢共同嘅情緒係影響緊你嘅狀態嘅。咁當你久而久之咧，你去嘗試去揾咗呢一個方向出嚟之後咧，你就要再深掘揾下個根源個原因喺邊度？點解你會重複會有呢種感覺情緒咧？會唔會係你細個嘅時候發生咗一啲比較重大或者唔開心嘅事情，所以一直都係影響緊你咧？咁你要係極度深掘呢個原因出嚟，然後要去療愈佢。咁當你願意深掘展露脆弱嘅時候咧，其實真正嘅愛自己咧就係陪伴自己。當你願意去深掘呢啲問題，你選擇願意去陪伴自己嘅時候咧，其實你久而久之內在咧就會同自己產生咗一個好深厚嘅連結。咁當你好深厚咁樣去連結咧，其實某程度上咧你就已經係慢慢地咁樣去
療愈自己。咁樣咧，先至能夠令到你喺感情上面咧唔會再重複發生翻相同嘅人事物，或者你人生嘅課題咧，先至唔會再重複發生。